中秋節呢個人月兩團圓嘅日子 ，Kelly 陳慧琳將幸福送俾其他人啦。呢日佢帶同10位嘅小朋友咧去到老人院派月餅俾老人家。10歲就開始做義工嘅 Kelly 咧，見到幾位嘅小義工得嗰4、5歲啊，即刻決定仔仔流星大嗰啲咧就要開始做義工啊！唔通佢想仔仔成為全港最年輕嘅義工？我真係唔知道，原來即係今日4歲半嗰個係最細嘅一個義工小朋友，我唔知道咁細個都可以做到義工咯嚇，咁所以都可以快啲俾阿流星即係體會下呢一個感覺，因為其實做咗義工係好開心。嗰陣時我都係10幾歲嗰陣時，媽咪帶我去做義工，即係我係畢生難忘，到而家都係好記得嘅。咁所以其實早啲俾個仔仔接觸呢啲都係好㗎。只得2個月大嘅流星咧，雖然未識得叫爹哋媽咪，但佢一舉手一投足咧，已經氹得 Kenny 同 Alex 非常開心啊！睇嚟佢真係有做義工嘅潛質喎。我覺得佢應該都認得我哋㗎啦，因為都見到我哋每一朝即係佢一起身咧，見到我哋佢就笑得好開心㗎，係啊。咁仲未知咯，跟邊個？不過我諗2個都會跟啩。而家都幾中意撐起身個人，練下啲腳力咁撐起身咯。一撐起身佢就好開心，好似想行咁樣咯。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好大嘅娛樂嚟㗎啦，一日之內。生完 BB 只有2個月時間左右咧 ，Kelly 就逐步投入工作啦。嚟緊佢仲會為新專輯錄音啊。雖然之前 Kelly 講過，希望產後咧可以盡快投入工作，但係一向視流星為心肝寶貝嘅佢咧，又點捨得抌低個仔屋企唔理啊？碟咧就明年農曆新年出，咁如果個人演唱會咧就再遲少少先嚇，因為個人演唱會好辛苦啊，係啊，又要排好多舞啊，要練好耐，咁成日要離開屋企太遠太耐，咁唔捨得住咯嚇，個心情未捨得離開咁耐住嚇，咁遲少少先啦，我自己個人個心理 ready 啦，咁樣就先再諗演唱會咯。